每日朝早逼自己吞落肚嗰份火腿通粉同埋嗰杯凍檸茶，好大機會正喺度慢慢摧毀緊你身體最原始嘅治愈能力。講到一日三餐要準時開飯呢個觀念，由細到大阿媽都係淡樣教落，話唔食早餐會胃痛，甚至乎會對身體有極大嘅負面影響。但係如果呢個所謂嘅健康鐵律，其實只係一場超級大嘅誤會呢？早上7點鐘鬧鐘一響，對眼都未完全睜開。明明個肚一啲都唔餓，都要硬逼自己塞兩啖包仔落肚，或者飲碗白粥，為嘅只係應付嗰個必須食早餐嘅規矩。到咗中午12點，返工返到一半，同事叫你一齊去飯堂或者茶餐廳食個晏，你其實仲未消化完。朝早嗰餐胃口都未完全打開，但係見到夠鐘啦，唔食好似好怪，於是又叫咗碟乾炒牛河或者碟頭飯。夜晚6、7點。辛苦捱足成日，呢個時候終於有少少胃口想食嘢，結果又俾人話晚餐要食得清淡啲，食少少就算，如果唔係食多好容易肥。大家平日生活入面其實有2餐都係俾個鐘同埋時間表逼住去食，根本唔係因為真係覺得肚餓先至去嘢食。作家 Mark Sisson 喺佢本一日2餐入面提出咗一個完全顛覆大眾認知嘅核心觀點。呢位年過60歲嘅前職業3項鐵人運動員，而家已經係健康同健身界嘅傳奇人物。佢創辦咗非常出名嘅健康網站，寫過好多本極具影響力嘅暢銷書，徹底改變咗幾百萬人嘅生活方式。佢自己本身就係一日2餐嘅長期實行者，就算過咗60歲，依然保持住一副令人驚訝嘅極佳身形，同埋擁有極度充沛嘅精力。佢認為人類嘅身體根本唔需要一日3餐，甚至乎根本唔需要每日都食足3餐咁多。喺漫長嘅人類進化史入面，絕大部分時間我哋都係處於間歇性進食嘅狀態，飽一餐餓一餐先至係最正常嘅常態。我哋習以為常嘅一日3餐，並唔係一早刻喺基因入面嘅進食方式，而係農業普及、工業革命之後，為咗配合返工節奏同埋社會運作，先至慢慢固定落嚟嘅現代習慣。最得人驚嘅係呢種規律性嘅頻繁進食，可能正喺度悄悄地破壞緊我哋身體本來具備嘅一種超級能力。呢個講法啱啱聽落去，的確係反常識，甚至會令人覺得有啲唔舒服同抗拒。不過只要徹底搞清楚點解減少食一餐，可能比食多一餐更加重要，我哋就可以令身體回到佢原本應該有嘅高效運轉狀態。點解食足3餐反而會變咗個問題呢？Mark Sisson 打咗一個非常之精彩絕倫嘅比喻，將人體想象成一部雙動力嘅運能車。呢部車有2個能量來源，一個係油缸入面嘅汽油，代表住你食落肚嘅碳水化合物同埋糖分；另一個係車尾箱入面嘅後備電池，代表住你身上儲存起嚟嘅脂肪。理想狀態之下，呢部運能車應該可以好靈活，但喺2種動力模式之間互相切換，油用完就用電，電用完就再加油，成個過程非常之高效流暢。但係現代人嘅飲食習慣出現咗極大嘅偏差，一日3餐再加上各種零食、珍珠奶茶、3.3下午茶，等於每隔2-3個鐘就幫個油缸入一次油，個油缸從來都冇試過有清空嘅機會，而車尾箱嗰嚿後備電池就永遠都冇機會俾人啟用。時間一長，嗰嚿電池就會慢慢老化，啟動系統會生鏽。等到有一日你真係需要用佢嚟提供能量嘅時候，佢已經徹底壞咗。呢個比喻完美對應落人體嘅真實情況。當你成日唔停啖食嘢，特別係頻繁攝取碳水化合物嘅時候，你嘅身體會優先去燃燒呢啲最快最容易用到嘅糖分，用脂肪嚟供能嘅比例就會一直俾人死死壓制住，身體會慢慢喪失一種叫做代謝靈活性嘅能力，亦即係喺糖同脂肪之間自由切換功能模式嘅能力。好多人明明身上積聚咗大量脂肪，理論上絕對夠提供好幾日嘅能量所需，但係佢哋就無時無刻都覺得肚餓，一餐唔食就頭暈眼花、周身冇力，甚至脾氣暴躁。點解會搞成啖？就係因為佢哋嘅身體已經徹底習慣咗依賴外界源源不絕氮輸送入嚟嘅碳水化合物，就好似一部油缸永遠都係滿嘅運能車，電池系統長期荒廢唔用，一旦需要切換模式，就會出現明顯嘅唔舒服。Mark Sisson 指出，呢種代謝唔靈活嘅狀態，就係好多現代人面對身體困擾嘅萬惡根源。你成日覺得肚餓，成日想嘢食，
食完又眼瞓，精力好似坐過山車，膽樣忽高忽低。明明食咗好多嘢，但係都仲係覺得好攰。呢啲問題全部都同你食得太密，搞到身體失去咗代謝，靈活性有莫大關聯。如果回望幾十萬年前嘅非洲大草原，我哋嘅祖先根本唔係淡養生活㗎。嗰陣時冇超級市場，冇外賣應用程式，冇雪櫃，人類嘅祖先過嘅係最典型嘅狩獵採集生活。佢哋嘅進食模式絕對唔係一日三餐準時開飯，根本冇固定嘅三餐時間，食物來源時多時少，完全唔會好似現代人噉，每隔幾個鐘就一定要食嘢。突然有一日好彩捉到一隻大獵物，成個部落嘅人就會大食一餐，將可以食嘅嘢全部吞晒落肚。因為以前根本冇冷藏技術，剩低嘅肉好快就會腐爛發臭。所以人類進化咗幾十萬年，身體一早就適應咗呢種飽一餐餓一餐嘅原始節奏。我哋嘅身體有一套非常精密嘅系統去應付食物短缺嘅極端情況，可以喺完全冇外部能量輸入嘅時候，極之高效但燃燒自己儲存嘅脂肪嚟維持生命。呢個唔係咩要經過地獄式訓練先可以得到嘅特殊技能，而係深深寫喺你基因入面嘅原始本能。但係呢套強大嘅本能喺現代社會俾人嚴重壓制住咗。麥士神用咗另一個比喻嚟解釋，人體就好似一個非常聰明嘅節能系統，會根據環境嚟自動調整自己嘅運作模式。如果你每隔3-4個鐘就嘥一餐飯落去，身體就會認為外面嘅食物供應非常充足，完全唔使浪費力氣去燃燒儲存嘅脂肪，反正隨時都有新嘅能量排住隊入嚟。於是身體就變懶，消脂通道慢慢變到麻痹，儲存脂肪嘅效率反而越來越高。呢個原本係一種進化出嚟嘅保護機制，喺食物唔夠嘅年代可以幫你保命生存，但係去到食物過剩嘅今日，佢反而變成咗一個攞命嘅問題。所以我哋會見到一個極度矛盾嘅現象：現代人食得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多，喐得比任何一個時代都少，身上嘅脂肪越來越多，但係精力就越來越差。呢個絕對唔係因為你懶，亦都唔係因為你意志力薄弱，而係因為你嘅身體代謝系統已經俾現代荒謬嘅飲食習慣徹底搞亂咗。為咗解決呢個困局，麥斯神提出咗一日兩餐計劃，目的就係要幫你重新激活身體嘅消脂能力。一日兩餐，顧名思義就係每日只係食2餐飯，期間絕對唔食任何零食同埋有熱量嘅飲品。佢推薦嘅時間窗口通常係6至8個鐘，即係話你一日24個鐘入面，只有6至8個鐘係可以食嘢嘅，剩低嘅16至18個鐘就保持絕對嘅空肚狀態，亦即係坊間好流行嘅16:8輕斷食模式。呢個聽落去同間歇性斷食本質上係同一回事。但係 Mark Sisson 更加強調嘅唔係嚴格嘅時間計算，而係一種思維方式上嘅巨大轉變。佢希望你唔好再將準時食飯當成係理所當然嘅任務，而係要學識去聽聽身體最真實嘅肚餓信號。佢舉咗一個好生動嘅例子，想象下你屋企有個專屬管家，每日定時定候捧3餐飯俾你，唔管你餓定唔餓都要你食。時間一長，你就會完全喪失對肚餓嘅感知能力，因為你根本唔需要去感覺，反正時間一到自然有飯食。但係如果有一日嗰個管家突然之間唔見咗，你就即刻傻眼，因為你根本唔知自己幾時應該食，食幾多先至叫啱。現在人嘅飲食習慣就係俾社會時鐘綁架咗，早上7-8點食早餐，中午12點食午飯，晚上6-7點食晚飯。呢啲時間點根本唔係你身體決定嘅，係你返工嘅時間表硬性規定嘅。Mark Sisson 最想你做嘅就係將呢個決定權攞翻過嚟，由你嘅身體而唔係牆上面個鐘去話俾你知幾時先應該食嘢。具體操作方面，Mark Sisson建議採取漸進式嘅方法，千祈唔好一開波就挑戰自己嘅極限。第一步係嘗試推遲食早餐。大部分人早上起身，其實並唔係真係覺得肚餓，只係習慣性覺得應該食啲嘢落肚。你可以試下先將早餐推遲1-2個鐘，慢慢觀察下身體有咩反應。如果你發覺推遲咗之後並冇咩唔舒服，精神反而更加集中，咁就話明你原本嗰份早餐可能真係多餘嘅。
第二步係徹底戒掉零食同埋有熱量嘅飲品，呢個係極多人都忽視咗嘅一個致命關鍵點。你可能覺得自己明明只係食咗3餐飯，但係算埋嗰杯加咗糖嘅奶茶、嗰包下午茶餅乾、嗰幾粒提神嘅糖，你嘅身體其實由朝到晚都喺度瘋狂消化緊食物，根本冇真正得閒休息嘅時候。麥思成強調，只有拉長空肚嘅時間，減少默默食嘢嘅壞習慣，身體先會焗住提高用脂肪功能嘅比例，更加高效地消耗儲存起嚟嘅脂肪。第三步係慢慢縮短進食窗口。當你完全適應咗推遲早餐同埋戒掉零食之後，可以試下將2餐飯之間嘅相隔時間拉近少少。例如中午12點食第一餐，晚上6點食第二餐，但讓你嘅進食窗口就係6個鐘，剩低嗰18個鐘入面，身體就有超級充足嘅時間去進行自我修復同埋瘋狂燃燒脂肪。當然，一定會有人質疑唔食早餐真係冇問題，早餐係一日裏面最重要嘅一餐。呢個觀念實在太過深入民心，幾乎每個人由細到大都係俾人淡樣洗腦教出嚟嘅。但係麥思臣用咗相當大嘅篇幅嚟反駁，指出呢個觀念嘅來源可能遠遠冇你想象中咁有科學根據。早餐一定要食呢個講法，其實俾人嚴重過度營銷，背後有好多食品公司會不斷強化呢個認知嚟賣嘢。營養學嘅核心一直都係規律同適配，而唔係絕對強制要食早餐。獨立研究表明，對於腸胃健康、血糖穩定嘅普通成年人嚟講，合理地推遲或者唔食早餐，並唔會帶嚟任何健康風險，反而可以穩定血糖，大幅提升精力。不過，佢亦都戴定頭盔，強調呢個絕對唔係一條適用於所有人嘅死規矩。有啲人確確實實係需要食早餐嘅，例如有病在身嘅患者、正在發育嘅青少年、孕婦或者正在做高強度體力勞動嘅人。最關鍵嘅唔係盲目地去跟從某一個死板嘅規則，而係要學識去感知自己身體真正嘅需求。嗰個俾頻繁進食破壞咗嘅超級能力，正正就係代謝靈活性。呢個詞聽落去好似好專業，但意思其實極之簡單。就係你嘅身體可唔可以順暢地喺唔同嘅能量來源之間自由切換。一個代謝靈活嘅人，食咗碳水化合物之後，可以好高效地燃燒糖分；唔食嘢嘅時候，又可以好平滑淡切換去燃燒脂肪嘅模式。整個過程幾乎冇咩唔舒服嘅感覺。但係一個代謝唔靈活嘅人，身體已經嚴重依賴糖分，一旦血糖稍微跌少少，就會即刻發猛，發出強烈嘅肚餓信號，逼你去嘢食。麥思臣打咗一個好易明嘅比喻，想象下有2個人都要穿過一個兇險嘅沙漠，一個只會死板淡減綠洲飲水，另一個既會育綠洲，又會收集露水，仲識得喺仙人掌度抽水出嚟，邊個容易生存落去？毫無疑問，一定係後者。代謝靈活性就係呢個道理，你身體攞到能量嘅途徑越多，你就越唔容易俾任何單一種途徑綁架。現代人嘅最大危機就係太過依賴碳水化合物呢種能量來源啦，每隔幾個鐘就食一餐充滿糖分同澱粉質嘅食物，身體從來都唔需要去啟動後備嘅消脂系統，時間一耐，呢個系統就徹底萎縮咗。你變成咗一個只會遇綠洲飲水嘅人，稍微離綠洲遠少少就攰到要生要死。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一開始嘗試少食一餐或者推遲一餐，就會覺得超級唔舒服，會頭暈、周身冇力、集中唔到精神，甚至脾氣暴躁。呢啲初期嘅唔舒服，多數都只係身體由糖分功能切換去脂肪功能嘅過渡期適應反應。當然，如果出現嚴重嘅頭暈同心慌，就一定要即刻停低並且食嘢。但係麥思臣話呢種唔舒服純粹係暫時性嘅，只要你堅持一段時間，身體就會重新學識呢個技能，代謝靈活性會慢慢恢復，嗰啲唔舒服嘅感覺就會慢慢消散。佢分享咗好多讀者同佢自己嘅親身經歷。有人話啱啱開始跳過早餐嘅時候，確實好辛苦，但係捱過2-3個星期之後，突然有一日早上醒咗，發現自己精神百倍，個腦異常地清醒，完全唔需要食嘢，都可以極度高效地工作到中午。呢個就係代謝靈活性完美回歸嘅最強信號。講到精力管理同提升效率，好多人發現自己明明瞓足8個鐘，白天都係迷迷糊糊，一到下午3-4點鐘嘅時候就特別容易眼瞓。
一日兩餐提供咗一個好有趣嘅解釋角度。Mark Sisson 指出，下午眼瞓一方面係人體正常嘅晝夜節律作怪，另一方面下午食咗高碳水化合物會極大程度加重睡意，而輕斷食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舒緩呢種疲勞感。另外，而家極簡生活嘅理念越來越受歡迎，越嚟越多人開始意識到我哋生活裏面有太多嘢係俾社會習慣硬塞俾我哋㗎，根本唔係我哋真正需要嘅嘢。由呢個角度睇，一日兩餐提倡嘅唔單止係一種飲食方法，更加係一種深層次嘅生活哲學。你唔需要每日食足三餐嚟證明自己過得好正常，你亦都唔需要每隔幾個鐘就塞啲嘢落肚嚟證明自己享受緊生活。好多時候少即是多，實際執行嘅時候，Mark Sisson 提醒大家要避開幾個常見嘅陷阱。第一個陷阱係社交壓力。當你身邊所有人都有規有矩，但食足三餐嘅時候，你突然話自己唔食早餐啦，或者中午唔食啦，一定會收到各種質疑嘅聲音。同事會問你係咪身體唔舒服，家人會擔心你係咪喺度節食減肥，朋友會覺得你做咩變得咁奇怪。佢嘅建議係你根本唔需要向所有人解釋你喺度做緊咩，同埋點解要咁做。你可以簡簡單單但話我而家仲未餓，或者我等陣先食，無謂將呢件事變成一場要說服佢哋接受你觀點嘅大辯論，但樣只會白白消耗你大量嘅精力。第二個陷阱係補償心理。有啲人喺食少一餐之後，會喺下一餐瘋狂補數，食得比平時仲要多幾倍，咁就完全抵消咗食少一餐嘅意義啦。一日兩餐絕對唔係要你將原本三餐嘅份量硬生生塞喺兩餐入面食，而係要令你整體嘅進食量回歸到一個更加合理嘅水平。當你食兩餐嘅時候，每餐飯可以比原本稍微多少少，但絕對唔應該係原本兩餐飯嘅總和。第三個陷阱係時間僵化。有啲人會將一日兩餐變成另一種形式嘅時間表綁架，例如死板淡規定自己一定要喺中午12點食第一餐，晚上6點食第二餐，差1分鐘都覺得唔得，呢樣完全違背咗初衷。一日兩餐嘅核心唔係用一個新嘅時間表去取代舊嘅時間表，而係要你學識用身體嘅肚餓信號去指導進食。如果有一日你11點就肚餓啦，咁就11點食。如果有一日你下午2點先開始有胃口，咁就2點食。靈活性先至係最關鍵嘅要素。第四個陷阱係急於求成，太多人想一步登天，第一日就試下24個鐘完全唔食嘢，結果搞到自己頭暈眼花，跟住就妄下結論話呢個方法根本唔適合我。代謝靈活性嘅恢復係絕對需要時間嘅，唔可以指望一個荒廢咗咁多年嘅系統喺1-2日之內就重新正常運作，一定要俾自己足夠嘅時間，由推遲1個鐘嘅早餐開始，慢慢適應。總括嚟講，Mark Sisson想帶出嘅智慧並唔係一個簡簡單單食2餐定係食3餐嘅表面問題，佢係想我哋徹底重新思考下自己同食物之間嘅關係。我哋係咪真係食嘢食得太密咗？我哋係咪從來都冇留過真正得閒嘅時間俾身體去進行自我修復同埋燃燒脂肪？我哋究竟係俾真實嘅肚餓驅動去囤嘢食，定係俾過鐘同埋死板嘅習慣驅動？一日兩餐呢個方法嘅終極核心價值，在於佢可以幫你重新激活身體原本一早就具備嘅代謝靈活性。當你嘅身體重新學識喺糖分同脂肪之間自由切換功能模式嘅時候，你會發現好多困擾咗你幾年嘅健康問題，可能自然而然但就改善咗。你唔會再咁頻密但覺得肚餓，你嘅精力會變得更加穩定，你嘅思維會更加清晰，你唔再係嗰個俾食物同時鐘綁架住嘅扯線木偶啦。呢個背後帶出一個更深層次嘅道理，我哋生活裏面有太多嘢係俾習慣同社會期望硬塞俾我哋嘅。一日三餐只係其中一個好微細嘅例子。當你開始大膽質疑一個根深蒂固嘅習慣，並且有勇氣去嘗試一種完全唔同方式嘅時候，你其實係喺度攞返自己生活嘅絕對控制權。聽日早上起身之後，不妨唔好急住食早餐，先飲杯暖水，然後靜低心嚟觀察下自己嘅身體。你係真係覺得肚餓呀，定係只係習慣性覺得應該食啲嘢？就由呢個小小嘅觀察開始，慢慢慢翻身體嘅智慧。喺呢個食物嚴重過剩嘅時代，活出一種更加輕盈、更加自由嘅生活態度。